为减轻民众负担，并增加报税便利，财政部国税局今年推出8项税政新制，包含综合所得税每人基本生活费用免税额，3项扣除税额拢有提悬。在综合所得税的部分，我们今年的每人基本生活费呢，由19.2万调高为19.6万元。那这是在今年5月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。此外呢，我们在综合所得税的各项扣除的金额也有提高，免税额呢是由8万8提高到9万2000元。那如果说是本人、配偶以及我们的受抚养的直系亲属，那如果是满70岁的话呢，那会从13.2万元提高到13.8万元。也因为这几档手机报税受到好评，112年的申报，除了会持续推广以外，还有增加现金缴税。我们在网络报税的时候呢，服务更升级了。首先，我们在手机报税，在今年5月申报，我们新增的一个新功能，就是我们可以用现金来做缴税。那此外呢，也可以透过手机报税的时候申请延分期缴税。另外，到2024年底，脑具大型柴油车汰换，嘛会当减轻退还新车服务税，措施延长4档，到2026年底。还有免征进口的黄豆、小麦、环保营业税等多项好康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